最近有客人問我哋有冇提供一啲註冊結構工程師 RSE 嘅服務嘅。咁啊，其實註冊結構工程師服務咁啊，其實都有好多範疇啦。咁首先你第一要搞清楚你係需要佢證明啲咩啦。咁譬如你係申請需要攞飲食業牌照嘅，咁啊可能需要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去證明翻你間餐廳嘅一啲屋宇署啊、食環署嘅要求係冇問題，咁佢就咁簽個名，咁嗰啲可能比較簡單啲啦。咁有啲牽涉譬如一級小型工程嘅，咁亦都睇翻你邊一個項目，咁係咪需要計數啊？嗰個結構本身係咪複雜啊？咁而定啦。咁有啲亦都譬如係牽涉到有啲譬如管理處啊，或者一啲政府建築署，有時有就住某一啲裝修咧，佢都會有翻一個要求，就要求證明翻嗰啲揾個結構工程師咧，去證明翻你所做嘅工程係咪符合結構安全啊？又或者有啲譬如一啲大型嘅演唱會，有啲係叫做室外有啲表演嘅話咧，申請一個 PPE license， 一個叫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咧，亦都會就住某一啲特定嘅結構去揾翻呢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去計翻數啊，做翻一個結構證明嘅。咁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第一件事就係你需要佢究竟要計啲咩，要證明啲咩，而去定翻啦。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議題有啲咩問題，咁啊歡迎私信聯絡我或者WhatsApp 俾我啦。多謝晒。